你有冇諗過點解有啲 app 特別好用？今日我哋嚟睇下尼爾森十大可用性原則。第一，系統狀態可見性，即係話個 app 要隨時話俾你知佢做緊咩，例如進度條。第二，系統要同真實世界相符，用我哋明嘅語言同圖標，好似垃圾桶 icon 代表刪除咁。第三，用戶控制與自由，撳錯掣唔緊要。一定要有個復原掣俾你翻轉頭。第四，一致性，同一個 app 入面相同嘅掣或者字眼意思一定要一樣，唔好變嚟變去。第五，預防錯誤，好嘅設計會喺你出錯之前提你，例如密碼太短會有紅色警告。第六，識別好過記憶，唔好要用家死記硬背，選項應該直接擺喺面俾人揀。第七，靈活同埋高效，新手有清晰指引，老手就可以用快捷鍵照顧唔同人嘅需要。第八，美觀同極簡，版面唔好太多廢話，只保留最核心、最重要嘅資訊就夠啦。第九，幫用家處理錯誤 ，error message 要寫得清楚，話俾人知錯咩同點解決。第十，幫助與文檔。雖然最好唔使教都識用，但係真係要揾教學嗰陣，一定要容易揾到。記住呢10個原則，你都可以分辨出邊啲係好嘅設計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